但係另一條問題就係與神對話 New Age 都係強調所有嘢包括死亡都係自己創造，唔係受害者。咁點樣睇嗰啲慘死好慘嘅經歷，例如係俾人虐待死、強姦性侵嘅人？呢一個嗱，當然啦，嗰啲好慘嘅經歷咧，都係好值得同情嘅。但係如果我哋從一個宇宙法則嘅角度去探討呢一件事嘅話咧，可以去咁樣去理解啦。第一就係喺與神對話入邊咧，佢有提及過嘅，就係嗰啲經歷係個靈魂自己揀嘅，係個靈魂自己寫嘅。咁而另一方面咧，就係你可以諗下，其實呢一種可能係一種業力嘅平衡，即係我喺另一個時空度冇咗相關嘅嘢，所以喺呢一個時空嗰度，我會從另一個角度去體驗呢一件事。嗱，呢一個咧並唔係話報唔報應嘅問題喎，即係佢唔係一個報應喎，佢唔係一個懲罰，純粹就係因為靈魂本身作為一個體驗道、體驗宇宙嘅道嘅一個能量嘅時候咧，如果佢要完整咁樣去體驗到一件事嘅道，咁佢要點做啊？佢就要體驗到呢件事嘅兩個面向，即係從多角度去體驗同一件事，呢個你先至可以捉到中間嘅真理噶嘛，係咪？所以佢就需要從唔同嘅角度去體驗同一件事。